今日咱要进入白话字甲台湾的现代教育特别是女学、中学甲这个特殊教育伫咱还未正式进入咱的课本以前，咱由原来读一个汉罗文章啦这篇顶届我讲蒋渭文写这篇文章，其实咱还未读了这篇有足侪真要紧的观念、真要紧的资料我想咱一边读一撮，一边读一撮加减会帮助咱啦互咱对白话字的了解，对台湾的了解咱行为24啊，接顶摆读的所在啦找到未？有咱这篇文章我第一摆是对中央读的啦迄个新港文是台湾第一摆的文学语言第二摆我对头前读落来所以咱即摆接到这都正手边14啊，正手边遐咱还未读，咱才开始接咧。今日读一摆，后礼拜我读一摆，伊这篇文章、这篇论文咱就读了啦。这篇论文我感觉非常非常要紧，对这个白话字伫台湾的历史的地位这篇文章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是台湾历史上头一摆出现的文字，毋是汉字爱对台湾历史对台湾的这个要紧性写得非常非常的好咱来看这中间白话字的人物出偌济今仔日会讲到咱来看14啊正手边巴克勒牧师伫1885年发行的头一期的台湾府城教会报内底14啊。多一页，无这本14啊，这本几只啊？上个礼拜印的多一页，安尼第一迄个头一摆摕是14啊，第二摆迄个顶礼拜摕是13啊，顶礼拜摕是13啊，14啊，顶礼拜是14啊。回去啊 ，flower 去啊！你找有着就好啦，有看到迄巴克勒牧师伫1886年找有着无？有来，咱来看啦这特别到今仔日，佫有相当大关系，所以一定爱读啦咱来看，巴克勒牧师伫1885年发行的头一期的台湾府城教会报这一日变就今日教会公报啦我拢一直甲大家讲，这是教会公报，因为变迄名对咱无意义啦变来变去到尾就是台湾教会公布啦内底写的为什么伊要推塞白话字你若顶头的白话字看袂紧，咱看下面的汉字啦可惜恁本国的字就是汉字啦，真恶，这真歹学啦真少人看会晓得，所以阮有说帮面的法度，用白话字就对啦，用白话字来印册，互恁众人看较快、较捌。人毋通拍算，因为伊捌孔子字，所以毋免学即号的字，也毋通看轻伊，讲伊是囡仔所读的毋通看轻白话字这巴克勒留互咱的教示白话字虽然遮重要，安尼伊是安怎来的呢？咱下面就来看白话字伫台湾发展的情形咱今日特别来看白话字台湾发展自荷兰撤退以后，伫台湾来自西方的传道活动就渐静落来一直到19世纪后半期，才佫开始伫台湾请赢起来。这请赢即摆我真少人会晓讲1860年的时阵，清国和外国签订《天津条约》，正式允准外国传教士去中国传教。台湾迄阵是互清国统治。因为天津条约的关系，嘛开放予外国人来传教，就是伫这个历史因果之下，天主教甲基督教陆续来到台湾传教，所以你咧读历史，读到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想讲迄甲咱有啥关系？无想到天津条约是甲台湾足大关系安怎关系？继续其中上骨力推塞白话字的长老教会，伫1865年。由马雅各医生，马雅各伊名叫 James L. Maxwell， 这 Maxwell 就是咱咧啉的咖啡的麦斯威尔咖啡啦，长老教会咧发明是拢常常该做
做迄个伊的迄个家族姓吼，甲换做姓啦。啊，得马 James 啊，得马雅各安尼啦吼。带头正式伫现主时的台南设立传教的本部吼。我小可补充一个资料互大家啦吼。咱一般来讲，拢是对1805年马雅各对台南开始宣教算起，所以到明年咱就165年，咱是拢安尼算法。所以明年咱有足大庆典啊！我顶摆甲你讲，长老教会有足大庆典，医生嘛有足大庆典，因为西医嘛对迄年算起啊。8月2要伫台南嘛，一个足大庆典，拢是对1805年算起。毋过，我要甲大家提醒详事吼，有一个人有无相同的看法吼。这个人做杜家德吼。影响台湾足大，安怎讲？1860年，伫厦门的宣教师杜家德，伊有来淡水传道里分福音传单，迄阵因为通商口岸迄法国人的解说真快，所以淡水是淡水河流域拢是啦，所以对淡水一直到艋舺拢算淡水啦，所以伊就对淡水到艋舺，伊发现一件代志，啥物代志？伊伫闽南讲的话，来甲对拢会通，来甲淡水艋舺拢会通咧。伫福建无一定呢，去到遐就变客话，较东边就讲客话，去到北边就讲福州话，佚佗变卡里话咧。我那查遮济，我走一个海过，迄边遐佫会通。所以这经验互伊刺激足大，转来才一定配合英国长老教会。你会当佫派人来厦门学厦门话，你会当派来甲闽南的所在，佫会当派去台湾的所在。英国长老教会才开始想讲，好，安尼我要派人去台湾，才开始有1865年马雅各来台南的宣教。所以明友德宣教所讲，若是安尼，台湾的宣教应该袂使对1865年算起，对一摆代志算起，对1860年伫淡水传福音算起。这是一个足特别的看法，咱无安尼算法啦。毋过我爱互大家知影，有这个人，有这个代志。我顶摆有甲大家讲啊，杜家德有编过一本字典，这本字典是用厦门话甲英语拢无汉字，厦门话甲英语用英语解说，厦门话就是台语下做伙安尼这本互即个外国人足大帮助，嘛互一寡语言学家足大肯定啦，讲即本是台语字典里面编了第好啦我倒有一本啦，会使甲大家点报者即本讲拢无汉字毋过我即本掀开内面佫有汉字我即本差不多全世界绝对袂超过100本就厦门迄本甲我即本无共，厦门迄本无汉字，我即本有汉字无？你甲我讲有汉字无？有即本安怎来？你敢知？杜家德伫老兰医师伫咧时，伊送一本互老兰医师，老兰医师迄阵有为着有那要学汉字，拜托迄阵南神的老师林彦信就林茂生的老爸，请林彦信倒头前写汉字，所以即本干伫台湾有汉字尔，即本老兰医师传互小兰医师。小兰医师要离开台湾的时，怎送互林彦信无伫咧林茂生无伫咧怎交互林彦信的孙林宗义，知影林宗义精神科医生，伊咧演讲，大概拢讲我是肖医生啦，你知影伊的一字两义的意思啦我是肖医生啦怎迄个小兰医师交林宗义。林宗义的家族，怎伫遮记一个讲纪念memory of 这牧师林彦信有遮是毋是有写兰医师的名？这是兰这是 Douglas
这是迄个杜家迪。哦，我这本吼，对林茂生上细汉查某囝互我的，吼，全世界无超过100本，阮厝一本，确定恁若要看，才来看啦。吼，望一个历史的宝贝，这足趣味吼。啊，就是这杜家迪吼，1860年来到淡水，啊，才开始有1865年宣告。啊，迄个历史的解释咱莫插伊啦吼，啊，我甲大家补充这样代志者吼。咱继续啦吼。伫咧讲这历史的中间哦，有人毋知影，咱小可甲大家解说啦吼。啊，过落来白话字上头啊是为着传教目的才发展出来，这事实。吼，这起头原本就是为了教会翻译圣经，吼啊，回来人吟圣诗来用的吼。所以白话字真大部分的应用甲出版，拢是含宗教有关系的。一寡运用白话字的出版品，或者个人的应用，大概会使分做6类。第一，白话字的教材；第二，白话字的字典、词典；第三，圣经教义问答甲宣传的小册顶；第四，白话字的报纸、杂志；第五，其他有关哲学、数理、诗歌、小说等题材；第六，个人的笔记或者是写批。咱继续吼，自19世纪开始，就袂少白话字字典、词典出版。下面就简单举一寡例啦吼，这个 Medus， 这个咱个翻做麦都书啦吼，麦都斯。伫1837年出版福建方言字典。道格拉斯牧师就是我头讲的杜家迪，伫1873年出版《英大词典》，就是这本。吼，这本语言学家认为，到今日为止，这个台语的字典、词典，这本的语言学的价值上界悬吼。现此时，伫台湾上普遍使用的厦门音新字典是肯贝牧师翻译的。肯贝有啥物人？甘威廉啦吼，编辑。伫1913年，台南的教会公报发行啦吼。其实肯贝这本册吼，上起头毋是伫教会公报印的，上起头是去日本淮滨印的。吼，我则甲大家问一个小问题吼，看恁知影无吼？伊这本叫做厦门音新字典。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有一本厦门音的什么旧字典吼。你若较敏感的人，你应该想讲，安尼应该也有一本旧字典吼。迄本旧字典吼，我甲大家找出来吼。迄个作者咱普通拢甲翻做达玛字啦吼。达玛字牧师，美国非洲的牧师啦吼。这个人的名我可能有可能会讲啦吼。我拢是美国非洲的，我拢福建拢荷兰人啊吼。这详细咱来知影吼，这咱伫教会可能用了古惯词，咱拢毋知影。咱讲甘威廉的甘字典，甘字典全名做啥？厦门音新字典。你较敏感的人，你会想讲，有新字典，应该头前就是有一本旧字典啦。迄本啥物人？达玛字吼，就是他妹，咱甲翻做达玛字啦吼。伊的出世年大概伊过身吼，伊编过一本厦门音的字典。甘威廉伫伊即本的基础顶头甲改良，变做厦门音新字典，咱简称甘字典，清楚无？吼，这个达玛字吼，有一寡人咧做一寡猜测足趣味的，讲咱台湾人呐咧讲一寡物叫做达玛咖，一寡货做达玛货，喺外国来拢叫达玛，是毋是甲达玛字有关系？有人咧做即款猜测，譬如讲啥物人赖英雄就是啦，吼，咱讲。咱荷兰豆啦，吼，番仔火啦，吼，若别人个就荷兰啦，就红毛的啦，吼，无一定是红毛的，这红毛比红毛，迄红毛啥物红毛头吼，红毛头嘛无一定荷兰人造的，咱都外国就红毛头，就看到迄宣教书叫达玛字，迄个家大概就是都叫做达玛家，有人安尼猜测啦，
对毋对？我毋知。吼，啊，就有人讲啊，无台湾时候叫做担马家，捏着骹，叫阿爸买猪骹，是安尼走出来。啊，说有人做即种菜色啦，吼。啊，即本册我甲大家介绍者，无咱拢毋知影讲，咱用迄个厦门饮食字典咧背后是有淡仔字即本字典啦。啊，淡仔字伊活动诶区域拢伫厦门啦，吼。来，咱倒转来啦，吼。讲伊活动区域伫厦门，其实伊嘛有来台南，甲一寡台南诶台湾诶会友设立过啦，吼。来，咱继续吼。继续，头一本白话字诶新约圣经，咱诶救主耶稣基督诶新约，伫1873年出版。旧约圣经，旧约圣经伫1884年出版。对白话字伫早期诶台湾教会，互普遍使用有真大贡献诶白话字报纸《台湾府城教会报》，伫1885年由巴克利牧师来发行。白话字出版品诶内容，除了直接含教育宗教有关之外，嘛有一寡甲教义较无关系诶物仔，像讲1897年97年，叶威廉出版的数学册《必传的初学》，这本册我应该有讲过啦，吼。这个叶威廉吼，伊汉名咱甲翻做安尼啦，吼，必传初学。啊，我第一讲我有查来，吼，有人应该有看过啦，吼，我今日无查来，吼。啊，恁若要有人要看，后礼拜查，搁查来互恁看啦，吼。迄阵数学课本规个拢用白话字写，地理课本规个拢用叫做写，吼。咱搁继续看吼。1917年，戴仁修出版的《内外科看学学》，吼，这本册吼，我到时会摕来互恁看，吼。啊，这本册序言我有印伫咱讲义内面，吼。啊，咱到时再讲，吼，即摆毋免伤早讲，吼。啊，我伫迄个对迄个白话字甲医学关系，我要读伊本册序言。台湾的第一本医科、护理科的教科书是用白话字写的，毋是用汉字写的。吼，啊是宣教师，捌做过心脑病院院长，嘛捌做过马街病院院长，吼，这个戴仁修写的，吼。戴仁修啊，你毋知戴仁修啊？这个有人叫做熬山横，即少年听无，咱读做乐山横啦，吼。戴仁修啊，吼，好，多谢。即摆伫北里啊，吼，好。这有问题，肯定再继续加问啦，吼！啊，咱继续吼，因为时间的原因啦，吼。1925年赖人生，哦，顶礼拜有人甲问讲，他无读到啥吼，这文读啦，吼。咱台语就文读加迄个白话音吼，啊，咱文读。啊，你普通咧叫人名，有个人爱叫文读，看着较合文安尼啦。啊，有个习惯吼，爱叫什么声，咱就爱尊重伊叫什么声啦。你譬如讲，我记一个人李秦安。你安怎叫？青花、青安、花吼，伊足个人叫伊青花，无爱叫人青安。啊，伊是嘛读做安啊？吼，啊，伊就感觉青花较合文啊。啊，咱来叫伊青花，伊爱人叫伊啥，咱就爱叫伊啥。啊，其实青花因本来嘛毋是叫做青花。恁敢知伊原来啥物名？知影人请举手。什么名？对，伊叫什么？你进什么？进宅是吧？就是咯。啊，就迄款足传统的台语名啦。就阮迄演的啊，无就进宅啦，啊无就是吼吐水啊啦，欠土补土，欠水补水迄款啊。阮即代大家拢迄个名。我迄代若号我这德林的名，迄做水准的，你敢知啊？哦，阮老爸无啊，叫啥物吐水啊吼，我就讲哦，阮爸是足无学问的啦。后来我才知影讲是号我的名人啥物人呢？一个福州的高等法院法官甲我号名。阮老爸去做耶稣记啊，啊生囝来讲啊，头家啊，你甲我号一个名，汉字我无啥捌。啊，讲有德之人，天赐麟儿，取名德麟可也。哦，我尾啊对阮老爸拖找迄阵讲，哦，我这名搁呢，还有安那爱海头才读得出来安尼哦，取名德麟可也安尼。啊，然后叫张德麟啦。好佳哉，我就无叫张阿图吼。好来继续吼，赖仁生出版即个小说《阿娘的目屎》啦吼。1926年，田启范牧师出版的小说《出师线》吼。田启范牧师是足有天分的呢。哦，我甲咱讲，咱的圣经内面有田启范牧师的作品啦。
吼，哒啦啦滴啦啦滴啦啦，哒啦啦滴啦啦哒滴啦，迄个 melody 甲迄个文词拢田启范牧师写，啊，田启范牧师的囝就是田传成牧师啦，郑全生啊，田传成牧师，迄个伊较早嘛伫信息委员会内面啦，吼，啊来继续，1925年吼，这足要紧的，蔡培慧，咱的会友啊，吼，所出版的社会评论册《10项关键》。伊写10项议题、10项艺术，论女性、论罗马字、论台湾的未来，拢总用白话字写。吼，啊，规本哦，10项关键咱印规本册，我今日袂去查毋对，后礼拜我查来互你看吼。啊，毋然呢，咱大概若看到这个名的人，年轻人，我问你，我不要叫这名，他有没有参加过文化协会？蔡培火有没有参加过文化协会？哎呦，中正研究所的呢，有哦，蔡培有参加过迄个文化协会，伊捌说互文化协会接受白话字做全台湾的，咱即摆讲的国语，已经说好啊，尾也无推动，足可惜的。迄阵若推动吼，咱即摆拢毋免到遮弯啊啦，吼，毋免到遮弯谈安尼吼，蹬骹吼。喊头哦，他去变甲今日就安尼啦，吼，讲囡仔讲变做因啊安尼吼，吼，啊，即寡作品拢是伫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以前就出版啦。我顶个甲大家讲，1930年才有咧讲，你所咧讲的白话文是北京话还是台湾话？迄就1930年黄兆伟讲的啊。你脚踏台湾地，头抵台湾天，嘴讲台湾话，当然我著爱写台语啊，我咧写你北京语是要创啥？哦，当时的代志，1930年，拜托咧，阮头前遐拢1920几年写的呢，阮发出圣经拢180几年写的呢，吼，啊你迄阵才咧论战，阮早就作品拢出来啊，佮写小说啦呢，吼，嘛较差不多咧，吼，而且一寡人都毋捌字，怎么的，伊咧骂我毋捌字，我讲伊毋捌字啦，吼，来，咱继续吼，迄款头壳内简单底汉字的汉字记得利益者，竟然要看袂清白话字的重要性，甲世界的局势，要伫遐论战台语，敢有法度写？伊若讲台语无法度写，我讲伊是安那，毋写会画出来，我都写出来，伊是安那伊写袂出来，吼，讲敢会晓度写，甚至到90年代到当的台语文运动，竟然要有。袂少人要得替台语找汉字的本字，吼，什么尔雅啦、诗经啦，吼，去找字出我看拢无的啦。我中文教授呢，我去他毋是台语老师呢，我中文教授都看无，看你要哪看啦？吼，我毋是讲我一定中文比恁较好啦，就是普通会当做个中文教授的人，我讲我都看无啊，你是一般人是要哪看啦？吼，伫遐咧找迄本字啦，吼。即字台语敢会当用罗马字写，这实在是汉字志上的悲哀行为啦。吼，那这点我足赞成哦。为文来讲这话，可圈可点。通常教会的信徒伫教会会晓读写白话字了，因会把这套白话字应用伫日常生活当中，像讲写批互后生查某囝写日记，或者做大细项代志的笔记，白话字伫1970年代进前，伫台湾的教会内底，还算黄金普遍的使用。啥写1970？你敢知？因为伫1969年，教会公布最后一年用白话字印，了就互禁起来。禁起来差不多白话字就规个拢衰微咧。最近才佫重新想要佫复兴起来，所以。这是足要求的政策吼，摕人的话禁人的话吼，迄是真要求的政策吼。佫共抢人的圣经哦，到怎啊未行呢？要糟糕看，迄上帝会责罚人哦。来，咱继续吼。怎么来看对啊？我讲啊，伤个激动吼。第4组、第5组，好来，说豆豆啊，来，了，
政治甲国语政策影响，煞豆豆啊愈来愈少人使用。虽然白话字对普及教育的贡献无分查甫查某，白话字对女性教育的影响特别大。哦，即句真正咱来注意哦，这是足实在的代志吼。伫古早重男轻女的社会，一般查某人拢真罕得有机会受汉文的教育。这个现象一方面是因为文化价值观重男轻女嘛，的问题；一方面嘛是经济问题，汉字比白话字加真歹学嘛，一寡查某人伫接触教会了，拄好互因通学习简单的文字工具，有受教育的机会。因毋但透过白话字学习圣经的教义，嘛会使学习现代知识。现此时伫台湾也有一寡老一辈的教友，特别是女性毋捌汉字，简单会晓白话字，有即款人无？我跟你讲，阮老母就是啦。阮老母敢会晓读白话字啦，汉字伊拢袂晓。伊圣经我著对头读到尾。这就是足趣味的现象啊！阮老母也毋捌读过半字蚵啊，甲白话字安尼会晓尔，伊我著圣经规拢读出来。你看，这有奇妙无奇妙啦？伊真正通过白话字看到全世界呢，伊也无比人知识较差呢，敢就一定要通过汉字，敢就一定要通过英文。白话字文献有够济，会当通过白话字看到全世界。迄文字产生气力，互伊真正迄生命规拢提升。这实在是讲伫历史上的错误，变到今仔日安尼啦。好，我想咱今仔日读的部分就暂时到遮啦。咱来进行。今仔日即个迄落，咱来看补充教材。补充教材，若袂去摕人会记你摕哈。头前签名会记你签啦吼。人安尼有够无签吼，人哪少我教了会无精神吼。来，咱来看第三讲白话字甲台湾现代教育，中学、女学特殊教育会补充资料。台湾的现代教育嘛对台湾基督长都教育讲起啦，这毋是咱咧捧红，实在就是安尼嘛，台湾教育公布用白话字论教现代教育有小学、中学、女学、特殊教育大学。下面简单小解中学、女学甲特殊教育。这小学就是教会小学啦，咱这较少人咧讲啊，较早教会内面是教会小学。大学就是新学院啦，这是较特去了。外口咱较普遍的物件就是。一般中学、一般女学甲特殊教育，咱就用这个来讲哦。咱用白话字来办这学校，栽培过偌济人，伫台湾历史上占偌大的地位，咱用这来看。咱第一来看中学，1885年伫11月初六，台湾教会公布第一篇刊出论设立中学。这篇文章嘛，互正大广告系教授称作是台湾第一篇广告，置入性行销啦，伊阵无广告。毋过伫文章内面就讲，恁着爱来读册啊啥，就即摆所谓的自入性行销啦，这间中学要教什么呢？要教圣经、白话字、同人字、汉字，有语言教育。过来注意有地理啊，毋是得四书五经尔。过来各国的纪律、历史，过来算术、数学，过来啥天文，这自然科学呢，所以咱对这款的科学看起来是咩？台湾伫1885年开始设中，咱就较现代的物件呢，过来对顶面迄字写毋对甲改做顶面啦对顶面写的课程看起来，这已经是一间现代化的中学。这间中学就是今仔日的中英中学，100多年啦，所以每年中英中学嘛爱庆祝啥物？150周年啦，所以明年要庆祝150周年的所在多咧啦，伊也是全台头一间的中学啦，来，咱来看咱的课本咱的课本伫什么所在有印这篇文章第几啊？我这27啦，恁若咪27就是26。这小编教有一个论设立中学。有找到无？论说26是吧？来2626也是7遐啦来，咱大家来看啦慢慢咱头较慢咧咱若你差不多若学过迄个 IPA 迄个万国音标
加减慢仔好会出来啦。啊，要头班，啊，你试看卖吼，啊，莫太紧，互你讲，这个时间拢无参与着啦吼。啊，这是教会公布第一张，教会公布第一张，时间是1885年11月7日，吼，你会使甲记起来吼。1885 11月6号，来，啊，大家看我来读啊吼，啊，你会晓读人教做读无要紧啦吼。设立中学的意思是怎样？是因为人伫遐的小学读无偌深，啊，也是简单读字若定，无啥物学别项，所以阮想伫府城就设一个中学，互人通受逐项的教示。亲像姓册的道理，读白话字、唐人字就是汉字啦吼，写字、地理、各国的记录、历史、算小算术、天文、气候，你看，我头拄写的，我无袂差咯，我拢对这内面出来哦。哦，这个物件拢我要教啦吼，迄个这个物件，这号的代志，人若要找伊的后生来遮读，伊着寄批互阮知，啊是着通知传道理的人，互因通通知阮。先生的薪金薪水啦吼，阮拢出。吼，你来看，迄阵老师的薪水哦，学生毋免拢薪水倒出到内面咯。哦，阮教会拢甲你做落啊啦，你家己的食饭钱出来就好啊啦。哦。过来，不过，逐人着担当家己伙食的所费若定，一个日差不多一个银钱，一个日一个银啦吼。这个中学着8月初呢才会开，迄碟大学读册的学生要过来。要过来赴年，就是府城啦吼。赴年组织，就遐个中学的学生，通甲因三甲来，要来的学生至少着12岁才通。这正大广告系人讲，这是置入性行销，这台湾头一面广告。啊嘛，台湾头一面中学的招生简章啦，吼。阮是啥物课啊？偌济钱吼？要安怎来读册吼？需要啥物？你啊付偌济？就这个钱啦。这钱是你的食饭钱啊，无付到学费啊啦。吼，安尼尔尔。吼，这个台湾的题目吼。来看我的附录吼，真济。中若要讲故事，我今日就讲袂了啦，无可能遐济啦。我讲几个较深色互大家听啦吼。来，咱继续吼来看啦吼。第二。中英中学第一任的校长是对头拄仔读的所在搁来接落啦吼。中英中学第一任的校长是英国来伊兆理啦吼 ，George Ade 吼。这个伊兆理吼是英语搁译了足水的吼，因为 Ade 那台语敢若伊安尼啦吼。George 吼那是乔治，个兆理，差不多共音啦吼。搁读起来这伊兆理搁敢若饶有学问的安尼吼。饶有学理的呢吼，所以伊就翻安尼是翻得足好个啦，吼。我较早人咧翻名翻得足好呀吼。伊捌出版3字经新传白话注解，就是迄同人字的部分、汉字的部分咯，伊有出一个课本啦。这本册汉字白话字对照，嘛有完整的白话字注解，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是啥物啊？性相近，习相远，吼，安尼等等逐句安尼拢有解说，解说是拢用啥物解说？用白话字解说。来，你看，我家己本无伊吼，这金山长老今日买一本来送我吼，这是即摆版，较早版了是老版，吼，你看者，你袂使传啊，你爱去读哦。对啊，人之初是本身是相近，是相反对吧？白解说是毋是拢用白话字解说？是拢用白话字解说，对吧？你一直解说到了后壁讲啥物吼？正遐12经较早有用
小可有一个历史的感觉一下吼，那个感觉头一期学生的汉字课本就是这本啦吼，啊是这个余姚立先生伊编的啦吼，过来，嘛说明甲真详细，这本册出版印800本啦吼，800本咧版甲改做本啦，是嘞吼，1904年佫印2000本啦。到1987年，日本人三田义次吼，如次这个人是基督徒，伊设法佫再版印350本。因为讨的人伤济啦吼，所以1989年佫印300本。发行者是台北南天书局。即马我若看今日金沙长老买这本送我吼，即马敢若教育公布重新佫印啦，看起来是敢教育公布重新佫印吼。第三。我就是讲吼，伫中英中学历史中间有真侪故事，简单记2个例，我想记3个例啦，加讲一个啦吼。这个我先讲，无我可能我今日袂记。我今日哪咧准备，我哪一直想讲代足奇怪吼。我遮有一份物件吼，我请李长老甲我证明吼。这份是成绩单啦。即阵是1910年，老朱丁先生吼，就老清魂，老朱丁捌伊个人敢举手者？无要紧，老朱丁若毋捌吼，老朱丁有一个竞赛，叫做赖英雄啦，吼赖英雄的丈人啦，赖永祥的丈人，吼即张是1910年明治43年伊的成绩单，吼你甲我证明吼，遮拢用白字写，吼汉文，吼英文，吼圣经，吼规个拢是哦，吼参伊的老朱丁，吼也是拢用白字写哦，吼后壁连德烈啦，连德烈做校长的是啊，吼连德烈，吼台南长老教中学的校印，吼这互我怀疑一件代志吼，到底迄个时阵的成绩单是日本人到后来当然是要求一律拢爱用日文啦。吼所以后来是拢用日文。日本以前到底是规个拢种白话字，还是有白话字的成绩单，佮有汉字成绩单？我毋捌看过汉字成绩单，但是这1910年，恁家另外来当团体看，无即另外爱幸我啦，吼，即另外爱幸我。所以假使我做一个假设啦，吼，1910年，若规个成绩单拢用白话字写，可能到二次世界大战了。中英中学才有汉字的成绩单，这是我先做大胆假设，咱爱小心去求证。找看，若以前真正拢无汉字的迄个成绩单，怎趣味啊？连成绩单拢用白话字写，恁家己甲看，我一句都无别差。1910年哦，吼，成绩单全部是用白话字写的，吼，来，咱来看交嘞，吼，过来。我一直变做字啊啦吼，中英中学历史内面，佫讲第二个故事啦。1916年，黄树明牧师担任中英中学社监甲宗教部主任，伊教圣经甲台语啊吼，总共18年，引带中学生344个洗礼归入圣会。校长万年华吼真欣赏伊，讲伊是学校的心吼。后来，黄树明牧师也担任台南东门教会主任牧师，1927年。副牧师是潘道营。这项书是台湾教会有主任牧师、有副牧师的开始，吼，这互恁有历史感的。台湾教会头一间有主任牧师、有副牧师，是对前教会开始，台南东门教会，吼，时间伫1927年，吼，来一直来到1934年10月，吼，你时间到1934年，我去1937啊，1937的时候卢沟桥事变啦呢，哦，日本人开始要烧台啊，所以迄个时阵就咧烦恼台湾人哦。有诶对唐山来是毋是有诶祖国诶思想，所以就开始咧禁止引用汉文啦，禁止啥所以就开始安尼吼，全面爱讲日文啦，国语家庭啦，啥物遐都一直出来啊，开始武东武西啊，所以1934年10月，就开始出一寡代志啊，日本人开始咧震动啊，黄宗辉伫东京帝大读册时，黄宗辉知影啦迄个较早台南县人院院长吼。伫东京帝大读册时，无简单呢。咱台湾人迄个时阵读东京帝大，枕头拗会出来呢，吼。
忽然接到老爸拍来电报，讲某月某日某时，因老爸讲要到东京火车站甲囝见面。照约束，黄宗辉伫相约的时间到火车站接因老爸。看恁老爸安尼一个人安尼，忝，规个人拢毛去哦，元气全无的款式，大惊一条，迄条你甲写改做 TIO 第五声吼，我迄条敢若毋是安尼写法，咱甲改做白字好无？来 TIO 吼，这个条吼，安尼就好吼，惊一条吼，惊一条。我老爸那变安尼。到宿舍门口，伊老爸简单安尼甲伊讲：我实在无想要做一个失业者，迄个火啊改做有，我实在无想有啦，我无想要做一个失业者。发生啥物代志？来，这个代志甲日本有关系，甲台南东门教会有关系。咱继续去看吼。原来黄水明牧师伫中无法度用日语上课，吼，伊迄是老派吼，用台语教课，用台语教圣经吼，安尼。但是日本人佫要求中的课程爱日本化，就规个用日文上课，无法度用日语上课的老师，日本人讲阮有意见，请恁甲撕掉。中就辞退黄水明牧师，当黄水明牧师离开中了，当然转去东门嘛，伊做东门的主任牧师台南东门教会，这个马上感受到经济压力，安怎讲？较早有主牧有副牧的时候。主任牧师的一半薪水是阮出，毋过一半薪水是上出，中出啦，即摆中甲4条，咱来全出啦，这伫较早的教会咱知影，无，这也毋是即摆东门，你袂当想象即摆东门啦，所以迄阵东门已经是大间啊，因嘛感觉着讲，安尼咱负担加真重哦，发生代志啊，教会煞分做亲使命派甲亲导引派。有人较挖主任牧师，有人较挖副牧师。讲咱干脆一个较死好调啦，一个死好调咧是要留啥物人？有人留黄树明啦，有诶讲我要留潘道营啦，潘道营佫留日咧即个日本人较好沟通啊，有诶人就安尼想啦，过来，万年校长为了教会诶和谐，这个名称是真好听啦，不过这个我实有真想咧毋知要安怎讲，我也袂晓啦建议2位牧师拢离开台南东门，安尼啦，两个拢走到一个拢总毋对咧，无恁两个拢走安尼啦黄水明牧师9月离任，10月到东京，甲伊的囝黄宗辉牧师做伙读约伯记3礼拜，我看迄心足伤心的。坐船坐到日本，然后甲因囝讲：你来接我，我逐暝甲你读约伯记。这我想讲，迄做牧师的心情到底是安怎苦楚？迄是无啥我度体会啦伊迄阵佫拄着一个人，鹤川丰彦，这样代志互帮助你真大啦。这日本的基督徒去食散车人中间，甲因做伙生活分物件互因。黄树明看鹤川丰彦安尼讲，我都也无到即款程度咧，我是咧喊参啥物？怎心才安静落来？转来台湾对大道重新开始，甲陈甘果、陈甘木这医生做伙开拓大道教会。咱遮有人甲我讲，尾陈甘果去甲柳园是吧？去柳园去柳园教会咱继续做伙做新工。副主1936年，2年后，台南东门教会伫考洪无牧师离开后，佫聘入潘道营牧师倒转去。这有人有咧设计这教会政治political 这考洪无占台一个时间过紧转来道营派人赢啦。安尼看有无？这咱中间做长老的人，大概拢看有视势啦看无后来去对你敢知？捌来台北对前教会，伊捌伫济南过，伊捌伫济南，伊是无教会主义的人啦过来，咱下面咱应该算第3啦1915年，中英中学要建设新的校舍时，李仲义先生担任兴建委员会主委，甘心乐意出钱出力，伊的奉献无人有法度比
我即个人爱特别讲者吼。啊，我安尼说头了才讲吼，伊嘛为中路新老病院奉献。啊，伫迄个时代，教会若欠钱，拢流行一句话吼，来找李重义长老。无钱的时拢想着啥？李重义啦，这万丹李重义吼。知影李重义这个人的人，请举手者。毋知？好，李重义吼，甲伊的小弟李重，我看卖呢？李重义甲伊的小弟李重清，啊，甲伊的结拜小弟哦做李蛇，这蛇讲啥？伊写做安尼哦，李蛇吼。三兄弟啊，李重义透早打油，啊，这土豆油也好啊，什么油打油出去卖，头前一桶，后壁一桶打出去卖，卖无了毋转去。我毋知伊有卖无了时间无毋知。啊，李重清顾店面，厝开一间油行。啊，李嫂到后壁客油，三兄弟拼命啊，万丹的迄个顶上号，就怎样安尼开始趁钱吼。啊，趁钱买土地，好啊，到日本时代时吼，顶上号吼。我万丹顶上号，我讲日本人来时吼，南部司令部迄个对恁知影？李重义长老的梯仔内面。水果梯仔内面，伊个水果梯仔迄个地吼，会当容纳一个司令部啦。你人知讲伊地偌大啦，吼！我后来看过伊个奉献，还有够济啦，什物水底寮教会啦，什物万丹教会啦，吼啊中路中营啦，吼新老病院毋免讲，我看伊个奉献，佫清个到台北啊，吼后山堂嘛有伊个奉献啦，吼啊李重义伊。无后代，伊生一个囡仔过身哩。但是伊个小弟李重清后代可能有人捌，我小可讲者吼。李重清生李明道甲李明嘉，捌的人请举手。哦，开始有人捌啦吼。李明嘉出来，李明嘉有一个查某囝做李淑德，师大音乐系教授，捌的人请举手。哦，啊，这就济啊啦。哦，这拢接到咱遮来啊啦吼。顶个迄个什么人讲伫？迄中国钦差大臣啊，来伫迄个马街啊时讲叫迄个，无啦，毋是来迄个来时，讲马街迄个什么上扬唱片行，讲咧唱迄歌，讲咧扭来吼。迄个我看历史都有咧出来签名谴责吼，讲咧上扬唱片行，人咧伫咧放唱片，你是咧共禁啥货？我看历史都有跳出来吼。啊，这个李嫂吼，会有两个囝，一个做李歪头，哦，较早咱号即款名吼。李歪头，啊，伊第二囝叫李正，读一个做歪，第二个做正吼。啊，李歪头后来叫做改名叫李成娥，李成娥捌伫盐埕教会牧会过，吼。啊，这个李正的后代几啊个，有一个人恁捌，做李崇宪牧师。李崇宪捌的人举手，哦，这个足济啊，所以因李家是足大的家族，吼，影响真大。啊，这个咱倒转来到这个什么人？头拄仔咧讲这个李重义啦吼，李重义做过偌好的工吼，咱来看遮啦吼。哦，伊奉献迄是有够济，迄毋免讲啦吼。啊，咱来看讲伊奉献一项代志吼，我感觉足。咱即马偏伫教会内面吼，咱讲想要做到即款的程度，迄实在是真少啦吼。啊，我读互大家听啦吼。当巴克咧牧师发现林彦臣牧师吼，会囝林茂生值得栽培时，吼，林茂生从细汉到英文也好，台语也好，迄个北京话也会晓，吼啊后伊转来台湾，佫做过德文教授呢，教过德文呢，啊去美国留学当然英语好啊，伊后来伫美国摕博士啊，吼啊，所以这个人是语文天才啦，吼啊，所以啊毛笔字写足水啊。啊，所以这个细汉的时就显出这个囡仔真无简单啦吼。啊，巴牧师就甲这个南前这个老师，就是这个林彦臣哦，这个老秀才吼，讲你这囝大回去日本读册啊，这个栽培才会使啊。啊，林彦臣牧师讲甲巴克咧讲，等你嘛好咯，你互我偌济薪水，你也毋是毋知。我是要安怎互囡仔去甲东京？吼，学费我准负担袂起，生活费我哪负担袂起？啊，要安怎？来找李重义长老，来去找李重义啦。
啊，你同期团去招几个人啦？吼，台南地主老水山啦，吼，这甲这头头老清婚姻这拢有真正关系啦，吼。颜真生，颜真生，知影颜真生的人举手？颜真生有一个囝是台湾第一任的卫生署署长，叫做颜哇，那就是名记个。医生啊，恁第一任的卫生署署长什么人？你知影？毋是。颜真生的一个囝后来做台湾第一任的卫生署署长啦。啊，伊迄囝足侪拢做医生啦。啊，颜春和、颜春林、颜春辉，第一任的迄个卫生署署长，吼。啊，迄过医生啦、律师啦，颜春和律师啊，吼啊，迄个颜真生就是医生啊，吼啊，所以第一任做汉地医去迄个老兰医师遐学做个汉地医，我看医生袂歹，叫大家拢去做医生，啊无若无啊你无你去做律师，我看伊学落迄代拢足厉害，啊落迄代佫落迄代，逐万佫一阵佫拢医生，吼，颜春年的囝，即马伫营总做妇女部部长啊，叫做什么名字？你忘了？啊？你忘了？严明贤啊，哦，严明贤对不对？严明贤因查某囝伊就足熟个啦，吼，嘛即嘛讲医院医，即嘛咧迄啦，一代拢医生啦，吼，咱这都大医生家族啦，吼，好啦，咱倒转来吼，颜真生高在地什么人？高做民保所爸爸啦，吼。两个地主，两个医生负责负担林茂生留日的生活费。后来林茂生成做台湾头一个东京帝大文学师，伊过去日本读教育，嘛成做台湾头一个摕到加一个到迄个著作的著啦吼，摕到美国哥伦比亚特约博士的第一个人，吼，这第一个有关中华部分吼，我小可做一个补充吼，咱如果吼紧吼煞接甲看落啦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确定还佫看真济，所以我讲较紧者吼。第一，台湾的信息如果爱对1884年加拿大长老教会宣教师马街设立淡水的女儿讲起来。伫即间学校设立以前，清朝的女子教育有3个特色：第一，查某囡仔要读册，恁爸爱好野人，吼，父亲的家庭，吼，才有可能迄来甲改做才 CHIAH，吼。才有可能互查某囝去读汉学啊。第二，读到12岁、13岁都毋免搁读啊，吼，读到什么啊？你陪你教去，吼。台湾人到即嘛是还搁咧讲啊，敢毋是？吼。第三，教育内容是啥物？3从4德啦。老爸伫咧对老爸，老爸无伫咧对翁，翁无伫咧对囝。我较早就是咧学这啊。也无咧学天文地理，啥物无啊？咧学讲要安怎成做另外一个性别的另外一半安尼尔啦。哦，你讲这个汉文教育啊，有够封建的啦。哦，学这毋知偌伟大，我实也毋知影啦。吼，然后啦，莫讲命啦吼，咱继续啊吼。有个人臭屁到要死，讲学的毋知偌厚咧吼。但是宣教师所说的如何课程内容是啥？读圣册、写白话字、写同人字，佫有算术呢，迄个足现代物件呢。吼，佫赤衫等等的手工艺，咱即摆啥物啊？就即摆咱即摆工艺啦吼，也是讲迄个高工的课程迄类的物件，迄种足现代化吼。对课程来看，宣教师所说如何已经现代化吼。咱用南部1887年设立的新老女中做例来说明啦吼。要讲新老女中以前先讲一个人啦吼。即个人吼，我嘛爱讲较紧的啦吼。无吼，时间真正会袂好，今日要讲太侪人了吼。确定还佫有奇米二吼，我爱讲李修牧师吼。来，我讲李修牧师知影人请举手。OK， 感谢上帝吼，这个人咱真正爱甲笑脸吼。伊过身伫台湾的时才39岁，
待伫台南的基督教公墓，吼。我甲恁讲，1865年，马卡国来台湾是足忝的忝。你甲想，伊礼拜日爱讲道，平时爱看病，我爱开刀。369小报有讲，咱的马卡国医生甲一个汉医无法度处理的人，破腹开刀，连破腹3摆。马卡国甲讲，你开到第3摆袂使佫生啊，佫生我无法度甲你保证第4摆会成功。369小报，迄阵，369小报啥物人办呢？连战因爸办的啊，迄个因阿公办的啊，连两办的啊，吼，迄顶款就写着讲，嘿，外国医生来个，咱以前吼，迄阵都胎死腹中，囝也死，老母也死啊，伊有法度把到甲破去，红影也报出来，那才搞。我迄阵就感觉讲这足稀奇的代志，才会特别报道嘛，吼。我讲啊对对啊，安尼。讲得真精彩安尼吼，啊，伊无用吼，爱开刀病院巡房吼，以后已经有病迄落，啊，佫爱教会啊会友入来时吼，对么？你想这样代志哦，伫顶头教会教济内面，有人来教会入教会，啊要诚做会友，长老敢会使说咧？咱的制度袂使说，所以你马上想到这样代志。高准明牧师阿公高长头一个信耶稣的时，伊啥物人说咧？毋是，毋是，佫较早对下门拜托遐个牧师来遮甲说咧，啊，哭那个台湾的公共都咧吐甲咁咩咪嘛嘛，啊说了佫哭去甲下门，安尼连续2摆。迄你马卡国医生都记载袂了，较紧写尾转去迄落讲，请恁第2个宣教书派来吼，爱有牧师身份的。甲我拼讲道甲洗礼圣餐的迄部分，管教会特殊啊，我专心到伊了。啊，第一个啊，这叫做 David Benson， 少年囡仔，新人伊毕业，听到远的福摩萨需要一个有牧师身份宣教师，欢喜庆庆都来啊！船来到南中国海，啊！伫个船的内面，你毋通想即摆迄什么立星5星级游轮呐？迄个船是小架船，迄倒下面一个热到要死吼！啊，3不5时就去迄个甲板呼吸新鲜空气，啊，到南中国海去了，伫遐咧呼吸新鲜空气，一个大鹰一架来，我怎扫入个海底啦？咱第一任的宣教师严格讲个是殉职呢，迄是为着要来台湾过身的呢。啊！迄个马卡国去甲打到遐要接人，啊！船长讲，啊！恁人都死2半路啊！啊！较紧佫拍字转去讲，啊！较紧佫派另外一个迄阵是有位的，是安有位的，已经娶某啊，太太已经有身啦，所以迄阵想讲单身咧，互气较好，无法度啊！你有牧师，请你赶紧准备去台湾。夫妇做伙出门，对英国来甲台湾坐偌久的船，你敢知？120天。好，我想者吼，恁家己女性，恁家己怀孕过的人，你也想讲，迄坐伫船顶啊，我倒咧一个囡仔120天坐伫迄阵的船的顶头。我讲这船是安怎坐120天？新加坡啥物停三个月啦，香港停3个月啦，汕头停3个月，我无怪哦，我讲走哪来走个遐久？啊，来到台湾生迄个囝落来，伫台湾佫生第2个囝。吼，啊！李有牧师第一个学晓台湾话，第一个学晓客话，第一个去东部宣教的，克服一切。马凯来是带伊到北台湾的，是李有牧师带来北台湾。马凯就伫伊的迄个回忆录描写，李有牧师的马拉利亚佫发起来，伊伫台湾逐项克服，甲马拉利亚无法度克服，毋知安怎迄阵的经济那双无法度克服。食了好，过来，佫食药啊，过来安尼，啊到尾也马拉利亚过身。啊，迄阵对接马甲去淡水，转来时伊就用行，伊就要知影讲，我南台湾一直说到北台湾，到底我说到什么所在？伊要用骹去立着我到底团到底。啊嘛，第1天行到中立，第2天到新竹，第3天到白沙屯，第4天到大甲，啊，慢慢的接着大社。啊，迄阵。马介日记顶头就写，李有牧师的马拉利亚佫起来，
伊讲迄面吼，啊一空一空，敢若去互芳顶诶，迄可能毋知啥物后遗症啊，面啊咧，39岁死伫台湾。啊，伊诶大囝生迄个腹肚底迄囡仔嘛传染病死伫台湾。所以两个人来，后来李秀牧师娘转去英国时，嘛两个人转去，就是伊李秀牧师娘甲伊诶第二囝转去。啊，咱即个家庭因转去了，咱拢毋知影因对倒去，拢甲因无联络。这实在是想起来吼，咱实在是足欠因的情啦，真正欠因的情。啊，我要讲吼，李秀牧师39岁过身的时，有一件代志咱爱孝念。伊故乡毋是台湾，伊无亲情伫遮。遮人讲台语，虽然伊会晓台语，但是毋是讲英语的人，迄你会当想象足孤单啊。但是伊做这样代志，我感觉咱的女性拢爱孝念。我伫下校嘛，安尼甲遐同学讲，恁拢爱孝念这位女性。伊写批互英国长老教会讲，请派我做第一任的女性宣教师。是安怎？男宣教师无法度入女性的房间为伊换手祈祷，为伊祈祷。男女授受不亲嘛，啊，男宣教师入去女性的房间，我咧狂讲甲一堆话。迄阵大家都咧反基督教啊，佮你也敢加入去？哦，请派我做第一任的女宣教师。啊，出钱出力鼓励啊说女儿，但是病实在是太重，到无法度留300英镑，互后壁人讲，恁一定爱去女儿，啊，带伊第二囝转去。啊，咱永远袂记这人，啊，拢叫伊做李秀牧师娘，嘛毋知影伊的名做啥，到2001年，好来，咱接咧吼。讲即个人鼓励女性读册吼，台湾靠女性主义的第一人哦。结果咱拢叫伊李秀牧师娘，毋知伊的名，这实在对有够无礼数诶吼。咱安尼早期吼，拢叫伊做无名的宣教师啦吼。毋过尾啊吼，渐渐咱有咧讲努力看卖啊啦吼。吼，伫迄个倒数第二段啦吼。但教会一直毋知影即位李秀牧师娘的名。第一牧师伫2001年2月初，伊到英格兰苏格兰访问，伊带着正人的期待，也通过包括牧师的绍介，伊到剑桥不是剑潭吼，剑桥吼 ，Westminster 新学院吼找资料啦吼。啊，该档案室迄个下甲摕掉吼，该档案室的主任带伊到迄带是第7音，毋是顶头伊点迄点毋对吼，迄是第7音才对吼。带伊到一个小铁柜的头前，迄内面有一寡早期英国宣教师的人事资料。地牧师伫迄内面找到李秀牧师娘的基本资料，我读互大家听。Eliza C. Cook 出世伫1828年12月初5，一生甲画条，过身伫1902年2月12，享受75岁。地牧师伫迄篇文章写了，伊讲一句话，互我安尼看了目屎都淋出来。伊讲请咱轻轻叫伊的名。莫阁叫李秀牧师娘，伊来咋？多谢你。